想問下你哋咧，練習咗國術之後咧，你哋嘅感受係點？我覺得我嘅感受係學國術嘅時候，雖然會好辛苦，但係咧我哋每個人都要需要克服自己嘅困難，即係例如做運動嘅時候唔平衡啦，但我哋都要需要克服佢，令到自己要做到每一次都可以咁平穩。我覺得啊，都好辛苦咯，但係可以令自己更加清楚明白中國國術呢樣嘢係咩嘢嚟㗎咯。成個過程咧，你哋覺得咧最有挑戰性係啲咩地方，同埋你哋點樣去克服佢？我覺得最有挑戰性嘅係佢有個係即係要我哋抬腿啦，但係因為我成個人嘅平衡力係唔係好足夠，所以有機會抬腿嘅時候咧係會向後跌倒嘅。但係咧一開始嘅時候雖然係有少少會即係重心不穩啦，但係去到後期我係克服咗嘅。我主要覺得紮馬步比較難啦，因為我自己係嗰啲平衡力好差嘅人，但係平時如果喺屋企得閒嘅時候再紮下馬步，會令自己平衡力越嚟越好。今次呢個活動咧，都係我哋第一次全級一齊去參與啦，一齊去做呢一個咁樣嘅表演啦。你哋嘅感受係點？我覺得成個感受係即係好少見會有全級同學一齊參加嘅活動啦，仲喺個禮堂度。因為我聽到每個同學咧去做每個招式嘅時候咧，會帶出嗰個聲啦。然後雖然會覺得好笑，但係都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學習出嚟嘅成果。我覺得雖然全級同學一齊好合拍嘅話會好難，但係咁樣都可以練習我哋嘅團隊嘅精神嗰啲咯。